恭请晚点的诗词们前到冲，坤到冲，晚点署长。也就是我。各位先请坐。尊敬的辅讲师，助理领任指挥，来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高赞。检察师早。非常感恩天伦书记，咱的真会准备咱辅讲师非常慈悲，咱的真会栽培需要今仔日有安尼的机会，等来咱爱享佛堂来跟大家做分享跟报告或许非常开心也有这个机会能够到咱这个爱享佛堂一期来迄个庄严的迄种气氛嘛为咱各位亲情感觉欢喜遮好遮庄严的一个道场，互咱会当一世人来修办咱首先嘛要感谢咱的点传师用足侪心思的真的无简单今仔日要甲大家报告的这个主题是天恩无所不在因为我知影，据或许所了解咱的周前人大德前人大德甲咱的点传师，拢是这个学习啦伫道中的经验拢非常的丰富啦一个前辈这个无重所以我相信讲咱平时听的道理嘛足侪所以或许就以或许这20几年来的这个修办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跟报告那首先呢，问大家各位先生，会早起拢有用早餐无？有啦所以即摆精神就好无？问咱一个问题什么种的人需要修道？你感觉什么种的人爱修道？要转咧。大家拢爱大家拢爱这个来好什么种的人佫较需要？咱一般真侪人咱就有这生存的时阵有听过无？无闲啦，哪有时间去佛堂有无？无闲也是最近较欠钱啦爱来约钱啦，所以无闲去佛堂。是好嘅人需要趁钱，也是欠钱的人需要趁钱？欠钱佫较需要对无？这阵若连转来佛堂、转来道场，拢无时间去看无形的功德是欠的，还是重的？欠的，所以愈需要转来对无？是但是什么种的人会转来佛堂修道？心诚有道。诚心的理念这个理念你有真正了解到真的甲假的无？咱一般的人大部分拢以假为真，对无？有形的钱无够有感觉到，因银行会甲咱水会甲咱讨对无无形的咧，咱大德黄师娘定定要慈悲讲每一个人来到世间拢有一份因果簿因果簿就是因为咱看无咱无形的笑话毋知影讲即摆已经红去若知影的时阵，咱会真要紧讲你成功了完通好会当互咱拜拜咱未来会拄着的工课会愈好会愈顺对无？但咱就是拢甲人看到有形的奖金簿愈来愈少看无形的咱的功德簿，存款有偌济？郭先生，你知影你即摆功德簿是欠足济，还是剩一丝仔存款无？晓袂知？毋知你着看最近转来佛堂安尼有修办出自如的无？就是定咱的领任啦咱的点传师慈悲，若咧讲某某真人有啥物班啦啥物活动，咱会当转来了有足无用的真济工课甲咱障碍，互咱有心要转来嘛听袂到，安尼就表示即阵有可能赤字红去存款无够，即个时阵要安怎？愈需要转来佛堂，安尼有道理无？所以这就会真的甲假的假的就是后摆早袂去的，真的呢就是讲较久。
咱一般拢是以假为真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无踏入要佛堂修道，一般的人一世人的追求是要追求啥物？大部分的人，从细汉到大汉读册，做工课。一般的人的观念就趁钱、趁有钱，就是表示这就会幸福人生，较有机会得到幸福人生，对无？但是幸福的人生就是要追求这但是重点来幸福哪里来？幸福的人生安怎来？肉来的吗？敢若嘛毋是球来、钱来，还是头来、手来，还是上尾这个做来？做来拢是做来，靠家己去做来所以有一句话就咧讲是养喜神即是妖福之本梯形祸不可避。那去杀机即是避祸之方养喜神是妖福之本，去杀机是避祸之方。咱拢希望大家搁较好去的，对无？足辛苦嘛是希望讲家庭会当平安会当顺心但是这会当平安顺时，敢是咱求来的？毋是，是做来，培养来功德咱的福气善德若是遐济，自然就会当用滴用这就是得行功了完做无畏心嘛好，咱佛堂斗3工上课听道理拢好，遮就一个养喜神。好的福气的神，伊会爱介意安尼种善的正能量。的人，伊会介意对安尼人，自然咱做福气就毋免求家己来，是做来。尼去杀机，咱在座拢有清较大嘛去杀机就是断因果，甲遮个众生断因果即个就是避祸之方咱自进道场以后，上方是毋是拢咧教咱这个？对无？已经千口如数，就甲下骹即个空已经补起来，袂阁流过来。较认真，天公得水咧，自然福气就来，自然福气就来咱好想要分享说伫咱台南咱光辉佛堂都有一个坤道，真少年伊就到20岁、20外岁时阵开始发病，红斑性狼疮，咱知影这无？它是先天免疫功能的一个失调严重的是严重到，反正他。固定的时间就爱储备类固醇，甲规个拢建起来，建起来这个还有很多的伤口啦、皮肤啦、溃烂啦一段时间伊就固定爱去住院做啥要出血，所以本来已经谈论及婚嫁了，尾发作了，红斑性狼疮发作之后，对方山的家长啦，是大人想讲，我这毋知有遗传结果山因为安尼。甲伊分手，好伤心足伤心的两度伤害对无？二度伤害，结果拄好这个时阵拄着伊的因果书，引导伊入来佛堂，入来佛堂以后，伊嘛对伊的人生嘛已经感觉伊就听讲这也无可能伊会好的所以就想讲无，既然安尼，我就回去来认真做善事安尼点点做，到即马已经3年多了，没再发作过。但是伊固定几个月，固定拢爱倒转去病院复诊嘛去追踪，迄医生拢感觉足神奇的，为什么你的这病会好去？伊讲你是食啥物偏啦是啥物病啦哪会好去安尼？伊讲伊就敢若转来佛堂修道安尼，转来了完。但是敢若转来佛堂有功德转来佛堂若无了完无付出有功德是转来嘛是有啦，会有功补教啦会互咱的正能量搁较济但是如果咱若欠人伤济无形的欠伤济，迄无转来无家己了完付出帮办佛堂的这些佛务佛事的话，安尼嘛要无够，所以即马咱拢爱有一个观念，转来佛堂想办法，我就是要找工课做，找工课了完搁真正咱想今仔日开这半工这一工的班，半工的班，班前班后需要无用的工课有多几种，搁真正想会到这医要简单排的，家己排，
你若有排着足好诶，吼，咱家己自我服务，无服务着。啊，中昼下课爱用餐无？爱，人嘛煮便便互咱食了，吼。啊，献景献果吼，足会工课诶啦吼。啊，学堂咱若下课以后爱整理无？啊，普通咱拢有留咧整理无？有留咧，这就欠家己福气，咱拢无服务着，吼。人互服务利息啊，以功德上来讲啦吼，利息就爱分人安尼，当然是安尼咯，对无？哦，所以这咱拢爱同齐来保持甲共办安尼，哦安尼自然就会当改变家己的命运。啊，搁一个父亲，伊嘛是去检查的时阵，前年2年以前哦，癌症，而且是第3期的，啊已经扩散到淋巴腺，整个淋巴都拿掉，安尼有严重无？医生嘛感觉能好也是奇迹了吼。结果本来伊对袂当接受到尾啊，就嘛相信上天啊，无因为伊生病哦，一个月化疗按2天啊，按2摆啊，化疗了规个迄种无力气啊，软高高。但是伊嘛是坚持，只要伊爬起来吼，能够起床，伊就是过来学堂，安尼到服务到了完，病少有啥物会当做伊就做安尼。结果现在呢，癌细胞也不见了。那一般人讲，奇迹出现是奇迹吗？反正只要有重大的疾病，那个跟因果都脱离不了关系的。哦，就是爱功德呀，爱功德啦，哦，这个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咱若以拄则安尼来讲姓氏甲犯业敢有冲突？因两个关系。讲我即摆犯业，伤无用啦，即摆厝诶伤袂顺啦，无时间来学堂，毋是，它不是冲突的，不是2选1啊，应该是相加的。我为着要互家庭愈平顺，事业愈顺，安尼，所以阮愈需要转来学堂做福气、造福，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冲突的，它是相加的，它是相加的。所以修班是做福，那福气若济，犯业当然就会较顺，敢是安尼？各位先生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状况我嘛真诚心呢，你嘛自卑讲，若有啥物班，咱就转来，有啥物活动，咱就参与，但是哪会无像想的安尼这么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一种就是欠人伤济，即摆哪咧行啊咧补啊？搁一种就是无真正做因为有老，啥哪有老？哪做哪念有无？无怨抱怨，大家拢伊啊，大家翻刷活动刷拢走了，大家拢剩我一个咧做，是讲都明明轮着咱，为什么大家来咧开讲也无咧做，有无？安尼有哪做哪念无？哪念？你想是福气愈济还是愈少？少，所以后摆咱就捡做有人大家斗做上好，若无咧捡做咱了缘的机会较济。若安尼自然就会当感动，愈济人会对咱会甘心嘛哇，人个某米人做一个人做较济工课，做到也是几个人做遮大阵，遮济工课，感动人会对咱来做。安尼咱道场的即种风气啦自然就带动起来，大家拢相济要了缘做无畏是安尼有赞。所以即个福气绝对毋是靠咱这本书一个人的得去，就会当讲，甲咱所有的人拢感动甲感召，一定伫咱这本书得去的带动以身作则的带动之下，咱爱保持对咧做。这本书想要成就要做的工课，咱就当做家己的工课，安尼来做，自然后壁带起来的福气就是工课是小济做。咱真诶，咱若是开始咧升专课啊，咧带课啊，咱就